好嗱，嚟緊呢個動作咧，主要係做翻改善翻你個盤骨前傾嘅情況嘅，同埋呢個動作有效改善到你下背痛嘅情況嘅。OK 嗱，呢個動作首先我哋曲起腳嚟，雙腳放平啦，然之後上背放鬆放平，然之後咧我哋將個腹部肌肉係啦慢慢收緊，呼氣係啦，將個盤骨向後傾。吸氣，盤骨向前傾，好，再呼氣向後傾。嗱，喺後傾呢個情況呢，我哋會 feel 到個腹部肌肉有收緊嘅感覺嘅，係啦。而家我哋再重複再做多2次，吸氣，呼氣。大家可能喺屋企未必有瑜伽席嘅，咁大家呢個動作可以喺床上面做都得。當大家覺得應付到下數可以再調節應付到可以再加多幾下嘅。做好朋友運動前，最好清空一下做口袋。咁就可以更加自在咁喐動。喺地面做完運動起身時，可以用一隻手輕輕撳住個做口袋，加強穩固性；另一隻手撳住地下，支撐自己慢慢起身。